在东突厥散维吾尔人被中共随意抓捕关押在所谓的政治教育营时，他们的子女也同时被中共集中隔离拘禁。进行者有系统地将儿童与父母分开，用强制劳动的形式征募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政府泄露的文件显示，这些设施是类似监狱的关押营，使用了密集的洗脑步骤和各种形式的心理折磨。中国国网电力有限公司数据显示，中共政府在11年时间，从所谓的新疆通过4条电力外送通道，累计向20个省区市经夺输送电量为5037亿度，成为西电东送能源战略步骤的重要基地。东突厥散是重要综合能源基地之一，拥有丰富的煤炭、太阳能、风能资源。中国政府严格管控所有一神论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强调所有宗教中国化的决心，同时禁止苹果等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商店使用古兰经和圣经。4月18日，英国快报批评中国此举。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政府宣称，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受到广泛关注的安全协议。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等印太地区国家一直对至今依然未公开的协议草案高度关注。据悉，协议涵盖所罗门群岛将允许中国军舰在那里停靠并获得后勤支持和补给，甚至可能允许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2022年1月、2月，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6.8%。据贸易和一体化部发布的消息，前2个月哈萨克斯坦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下降 14.2%， 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减少是由于天然气供应减少了 84%， 即1200万美元。1月、2月，原金或半加工黄金的供应有所增加。同期，哈萨克斯坦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口额为5370万美元，同比增长 59.6%。石油产品进口量的增加使进口额明显增加。日本和马来西亚表示将继续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目标进行双边协调。当地时间2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马来西亚总理伊斯梅尔·萨布里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就乌俄局势展开讨论，并表示将继续保持紧密合作。岸田和雅库普就中国正在加强活动的东海和南海等地区发展交换了意见。